补充一个，咱班长顶解问迄个练迄个动作吼，练迄个动作吼，练迄个动作吼，就是咱用手安尼练吼，咱用手安尼练吼。我顶解是毋是有突然一张迄个啥，迄个较早有一个迄个铜碗有无吼？铜碗，迄个囡仔耍迄个啊吼，有一粒迄个早细粒仔的塑胶干乐吼。迄粒干乐，迄粒已经40-50年啊咧。我讲迄粒干乐吼，较早人吼，我感觉吼，当然足够设计吼。迄个囡仔耍吼，就是铜丸吼。我讲哦，即款佚佗面吼，活煮简单吼，活煮趣味吼。咱顶下有讲过，迄活煮的写法，活就是月吼，迄个煮就是迄个吼词有无吼，就是咱现煮时迄个煮啦吼。伊活煮简单吼，活煮趣味吼，当时还有讲吼，亲像即款练物件吼，你若讲迄个较早吼，以跋筊吼做算迄方面吼，或者练卡笑，练卡笑吼，就是伊个较早吼一个物件通用练的，练的伊就是咱即摆讲正面或反面啦，还有说练卡笑吼，搁有一款的呢吼，是迄个啥？伊反正你就是用手安尼甲搓动，所以迄字练哦，你若甲翻做迄个华语，咱是讲搓动吼。后来咱麻烦这个甲放者。大家好吼，咱即摆要来小解一个动作叫做捻吼，捻喙手的捻物件的捻吼。咱即摆看到镜头呢，有一粒这个吼囡仔耍吼，伫耍的这个佚佗面哦，这是一粒塑胶干乐，内底用迄个心有挂吸体啦。我即摆吼，你看我用手指头吼，安尼吼，即摆甲捻落去，这个动作叫做捻，搁将迄一尾迄个吸体的蛇甲弄落，你啊看，伊就安尼旋来旋去吼，真趣味吼。好，以上小解这个动作叫做捻。我直接讲我即摆吼。手你会当看讲我是毋是用迄个大富翁有无大富翁迄应该是中彩中彩将迄个啥迄干乐心有无安尼甲练落这个动作就是练有无了后呢这个铁片就做一尾蛇的形啦。因为伊我讲这足巧的，伊迄粒干乐心迄内底有挂吸体啦磁铁即摆呢，这尾铁片的蛇伊就去有无你看迄个。干乐迄个下边迄支心有无去吸掉掉用干乐心会细所以讲伊这个蛇个底安尼会互伊安怎拄吸掉拄通洗来洗去啦这实在是迄个咱讲实在真趣味啦真趣味用手把它搓动，迄个做练我讲甚至安怎嘛当讲做练亲像咱过年时有无你算迄个18斗18斗都无可能讲规条长嘛，迄规粒的对无对，拄讲咧18斗的斗练斗啦应该我有看到咱咧伫问迄个是练斗伊迄个18斗伊真正是长得就像豆子啦所以呢，其实咱台语若要真正照迄个正开来讲迄18斗的斗是豆子的豆毋过呢，因为迄款呢迄个拢惯是讲做迄华语先读做骰子骰子，我会记得是安尼嘛尾仔呢咱就讲用这字甲读做斗这字甲读做斗伊这字读做斗是有原因的啦毋是完全照骰子的骰。我解说人听，这原来有原因，因为白土的土是毋是读做斗对无北斗的斗你看伊只是一个迄个啥提手旁挑手旁所以讲有这个伊有迄个语音的迄个根基啦，有语音的根基咱亲像咱台语有伫讲练宝是啥？我讲迄就是较早就是练这款斗类这款会细济这叫做迄个啥呢练斗还是练宝来过来，你嘛人嘛有人讲做练18啦，啥叫做练18啦？就是讲你地上的有迄18斗一般咱较早过年时会处理者摕迄个碗公来呛我讲你听，迄啥要讲做练，就是伊迄个几啊粒斗一般算18斗其实是4粒较济啦你个摕手顶迄个要甲压落去碗公的时阵，毋是干那压尔，要甲压的时阵，你个会甲练叮当，
就是讲你要甲压落去时阵哦，你会搁伫个咱的迄个啥手心搁稍微转动一下，迄个动作嘛是会当做练，所以迄个嘛当讲练七八斗啊吼。后来有啦，这六十八斗定定听咯，六就是吼，来我讲哦，六起来六啊，本来十八斗啊，一般正常伫算的时阵是从迄个四粒18斗放碗公内底吼。你即马呢吼，就手甲提起来，迄个咱讲做甲落起来吼。迄个吼，所以看你是要讲落还是迄个啥练吼。迄个动作呢，迄个动作就是甲18斗啊吼，你甲压落去时阵吼，你会将18斗啊吼，甲安怎甲洗一下，甲连叮当甲吼，再甲落落去吼。咱讲落18斗迄个落。这个啥，这个动词是较活，较重伫个啥，重伫个这个吼，转动，投掷啦，落啦吼。好，过来这个练吼，伊有当时啊吼，除了讲咱这实际动作吼，有当时会甲借用去较抽象的吼，亲像讲，来我讲互恁听讲，伊做一款生理，看着敢若真好练的吼。咱台语也讲你这做着看着敢若真好练吼，意思讲要赚钱，就是讲很容易就赚到吼。但是一听起来迄个开口就感觉讲，咱咧讲敢无足正面的有无吼？我讲这偌好练的吼。我讲迄个都迄个伫补习班吼，伫教册啦安尼吼。伊就讲迄偌好练的，迄足好练的。我迄当阵听的语感就感觉讲，伊讲迄是练吼，就敢若真好听的意思啦。但是你听起来迄个感觉吼，就感觉无介好吼。这个是迄个台语迄个语感吼，互人的一个感觉。所以吼，这个恁可能嘛捌听过嘛，讲真好练吼，就是共款就是练吼。好，这练吼，还有一个足重要的，咱定定听到迄个像台语的语词吼，爱补充。这个一定爱讲吼，来，咱台语有一句话讲做变无网有无吼？讲他玩不出什么花样吼。咱台语讲变无网吼。这个变无网的网面哪写？因为咱迄个啥话是风吼，字是中啦吼。这个吼，形容这个变无网吼。这个咱就读做。惯势吼，这个语音是讲做变啦吼，变东变西吼，所以咱莫卖读做变，有无？你啊搞东搞西的，咱台语是讲做变东变西，咱袂讲做吼变东变西，共款吼，咱是讲变无网吼，袂讲变无网吼。这个都爱注意吼，是变无网吼。好，你讲老师这甲练什么关系？因为还有一个词吼，做变无练。变无练，这较早嘛讲过，咱个吼留一复习一个有啊，讲我看这声伊变无练了，简单翻就是讲这下子他没得搞了吼。当然上水的迄个讲法就是吼，黔驴技穷啦，吼，咱台语叫做变无练吼。注意看变无练的练，正讲就是吼，正讲就是这个啥练叮当的练。所以这只我会当甲大家解说讲是安怎要用这个练叮当的练，唔是用车练的练呢？原因就是因为变无练，练就是还佫有伫遐转动啦啥做变无练？意思就是讲已经未变啦无法再转动了迄叫做变无练。所以注意看，就是练叮当这是练这是伫咧写作的时阵定会写唔对去所以变无练正讲就是练叮当的练，唔是车练的练。好拄我来讲一个新式的啥这个热气仔话歇后语新式的热气仔话有一句话我这么个拄要甲大家讲啥做音共款谐音谐音讲做咱家讲我看这声无人机起飞啊飞人机起飞啊飞机起飞了那讲这声无人机起飞啊，安尼什么意思？无人机起飞毋是甲你讲做你鹏程万里毋是安尼是讲你已经变无练
安怎讲呢？后来因为无人机伫个迄个啥，还未飞进前，是毋是会伫个迄个跑道顶悬当然是先用链有先用链伫跑道顶悬的伫滑行有安尼滑行讲伫遐出嘛了后伊会加速，愈来愈紧，了后就从安怎的撑起来？对，你来看，咱拄仔讲饭时穿的穿正讲就是安尼，无人机加速甲伫迄个跑道顶悬有速度一直加速甲足紧的时阵，伊甚至都从撑悬起来，飞起来。歹势，飞起来了后伊迄个原本迄个啥链伊就会豆收起来伊就会收起来有咱讲迄起落架轮子就甲收起来所以呢，无人机起飞了后，链就变无去安尼做变无链这个无人机迄个啥，迄个轮子迄个链甲咱变无链的链音拢朝共款啦所以这是出海音啦所以呢，爱记哩爱记哩讲变无链的链是写咱链物件的链这真侪人会迄个啥困唔着去，这个一定爱注意好，无人机起飞链是迄个变无去所以讲无人机若是讲落地有飞机下降要来落来咱基地做变有链这拄是要甲大家讲一个艺术的现象啦，就是讲咱就是讲你没办法了，搞不起来了，咱台语也讲变无链但是咱会讲你真有办法个讲还佫有步咱袂讲做变有链就是虽然讲你迄个啥变无链，这是一个艺术对无？但是呢，相对来讲呢，咱的艺术袂讲迄个啥变有链啦。结果是讲说伊就真有法度咧是讲无你直接讲真牛兵变，安尼嘛会使真牛兵变啦袂去讲做变有链这是咱对台语艺术一个迄个啥感觉这个。